文苑之行同小馬智行呢兩間公司咧，由百度自動駕駛團隊出嚟嘅師兄弟啊，居然算係同一日登陸港股喎！嗱，睇落去佢哋同框就好風光啦，不過用放大鏡一睇，由造血到募資能力，其實兩個公司差距都唔細㗎。先嚟睇上市第一步啦，就爭到啲檔次啦。小馬智行咧行嘅係傳統港股上市嘅道路，係因為佢多少都可以攞啲營收出嚟證明自己。而文苑之行咧就因為收入未達到傳統上市嘅標準，靠嘅係港交所開綠車俾一啲未盈利嘅科技公司特批上市。咁再嚟睇募資規模啦，小馬一下子就募資咗近77億港幣，而文苑咧先23.9億，連人哋一半都唔夠喎。而且文苑貌似仲未拉到機石投資者㗎。呢個資本市場對佢嘅認可度高低咧，一眼就睇得出啦。咁呢方面咧，小馬就略勝一籌啦。咁業務上兩家咧都各有各算盤喎。小馬咧就想靠量產加供應鏈整合嚟降成本，譬如話佢嘅第7代自動駕駛系統咧就話成本可以降咗70%喎。而文苑咧就更加傾向將技術就賣俾車企去分攤呢個研發費用，同時咧就喺產業園啊、機場呢啲封閉嘅場景去做運營，去降低呢個測試成本。簡而言之咧，一個要量產，一個就想輸出技術。再嚟睇財務上啦，呢兩家都係燒錢大戶嚟㗎。25年上半年小馬就蝕咗近7億，而文苑之行咧就蝕咗近8億啊。不過小馬嘅營收仲可以小幅嘅增長，而文苑第二季度依靠 Robotaxi 收入咧，勉強先至可以喺增收上面揾到少少突破口。所以喺財務上面嚟睇咧，呢兩家都係半斤八兩，邊個都唔會嫌棄邊個啊！最有意思嘅就係前隊後和嘅戲碼啦。上次前幾日文苑 CFO 咧直接發文炮轟小馬，話人哋咧路演材料造假，結果敲鐘嗰日咧，小馬 CEO 同文苑 CEO 咧居然同台握手喎，就話呢個係行業入邊嘅里程碑，要一齊推動中國嘅自動駕駛。其實我都明嘅，自動駕駛呢塊蛋糕咧而家仲好細，與其當對手搶市場，不如做戰友一齊將行業蛋糕做大啦。咁自動駕駛嘅未來會點樣發展呢？下一篇繼續講，記得先關注我啦。